嬷，啊，这间厝看起来就有历史的，有啥物故事啊？是？哦，因迄内底吼，这个日本人吼，哦，这日本人起的啊？日本人日本时代伊起的啊，伊种3栋婚阿间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光复的时候，还没有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搬进来住。哦，哇！啊，我回去，我这个房子就给你住。哇，真好。民国唔知是60几年的时候，60几年的时，这个日本人主人，原本的主人。伊的查某囝，后代啊，第二代有回来，哦，一个来的时，伊就卡紧走迄厨房啊，迄个灶开呀。啊，阮头家就问伊讲，啊，你跑那么快，你进去做什么？嘿嘿嘿。哦，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洞哈，我差一点就给枪请拍死。是哦。哦，从那么训练的时阵，对，迄枪子为遮壁遮有无？安尼撑过去。他才12岁，伊讲好彩我看，立起来，很快就蹲下去这样子，那个就从我的头这样，为头壳安尼闪过。